歡迎你收聽和諧之家為照顧者而準備嘅聲音陪伴。如果你正承受家庭、工作，又或者長期照顧屋企人嘅壓力，喺呢一刻你唔需要回應。如果喺收聽嘅過程之中，你感到有情緒湧現，你可以隨時暫停，又或者喺一個令你感到安全嘅時候，再聽返都得嘅。呢一集嘅靈感係嚟自繪本《失落的一角》，作者係謝爾希爾弗斯坦。呢一本書寫嘅係尋找完整嘅自己，心目中應有嘅自己。但係對於好多照顧者嚟講，人生往往係喺責任之中一邊行，一邊覺得自己做得未夠好。而呢一集，我哋唔係要你放棄繼續向前行，而係想陪你諗一諗，即使做唔到自己心目中完整嘅自己，應有嘅自己，係咪都可以繼續向前慢慢行落去呢？有一個人一直都覺得自己爭一啲，其實唔係爭好多嘅啫，就係爭個啲啲，令佢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。於是佢一路行一路揾，希望可以揾一個令自己完整嘅方法，希望可以揾到成為自己心目中應有嘅自己，揾一個可以證明自己做得夠好嘅答案。佢行得好快，因為佢相信只要快啲揾到就可以停落嚟。但係當佢越行越急，越行越快嘅時候，佢就越少留意到身邊嘅風景。而且當佢越行越耐嘅時候，佢嘅身心都越嚟越攰。呢一個故事唔係要你放棄心目中完整嘅自己或者應有嘅自己，而係想你去反思一個問題：如果就算自己唔完整，做唔到自己心目中應有嘅自己，其實係唔係都可以繼續慢慢向前行呢？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好似爭啲啲咁嘅。你所謂嘅爭啲啲係邊度？你覺得爭啲啲啊？好多地方啊，好多嘢都做得未夠好，想話唞下啦，就會覺得自己唔夠努力。聽落你對自己都好嚴格。係啊，我好怕停低，就會落後俾自己噶啦。落後俾自己嘅邊一個啊？就係我心目中應有嘅自己咯。但係呢個應有嘅自己係點樣樣㗎？好堅強，有效率，唔需要人幫。而當你而家唔係你心目中應有嘅自己，你係點樣睇自己㗎？好急㗎，咩都要快啲。你覺得你已經被催趕咗好耐？好耐啦，我好細個已經係咁㗎啦。如果今日你根本係唔需要再急於成為你心目中嘅自己，可以容許你自己慢啲，你會唔會有咩擔心㗎？我驚㗎，咁樣係咪就係代表咗我自我放棄呢？你覺得慢落嚟就等於放棄？係，我一直都係咁學㗎。但係我而家聽你咁樣講，我唔覺得你係放棄咯，我只係聽到有一個被催促咗好耐嘅自己，只係想唞一唞。咁如果我做唔到心目中應有嘅自己，唞一陣係咪都可以啊？我覺得係可以嘅，而且你就咁坐喺度唞一唞，都係你人生嘅一部分。而家我哋俾自己幾分鐘嘅時間，我哋唔需要變得堅強，亦都唔需要即刻
變成完整嘅自己，或者心目中應有嘅自己，而係同而家呢一刻嘅自己安安靜靜咁樣坐一陣。你可以揾一個舒適嘅地方坐低，雙腳貼住地面，雙手自然咁樣放喺大髀上面。如果可以嘅話，你可以合上你嘅眼睛。如果你唔想合上眼睛，都係可以嘅。首先，讓我哋去感受一下自己嘅呼吸。呢一個呼吸唔需要作任何嘅調整，只需要跟住身體嘅節奏，一吸一呼，一吸一呼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你可能已經行咗好耐，一邊承受住責任，一邊覺得自己喺照顧屋企人上面做得仲未夠好。但係喺呢一刻，你係可以暫時放低做得好呢一個壓力。我哋再次將注意力放返喺我哋嘅呼吸度，我哋再慢慢吸一口氣，吸氣，去感受空氣慢慢進入我哋嘅身體裏面，然後呼氣，呼出喺我哋身體裏面嘅一啲壓力。呢個呼吸唔需要急。我哋再嚟一次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我哋維持住呢一個呼吸，就當係畀自己一個位置，係可以停落嚟，可以休息下，可以去承認自己都係值得被照顧。我哋繼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你而家可以感受到，你坐緊嘅嗰張凳係承托住你，地面都係承托住你，空氣係包圍住你。而呢一刻嘅你係安全、舒適同埋自在嘅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喐下你嘅手指、腳趾，然後再慢慢張開你嘅雙眼。多謝你願意陪自己走到呢一度，你唔需要做心目中嘅自己，先值得被尊重同被愛。如果你希望揾人傾談，或者需要更多支援，你可以致電23420072聯絡和諧之家，或者聯絡你信任嘅親友。記住，你並唔係自己一個人。